我哋又再見面啦。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哋講下我哋國家點樣令到我哋自己作為中國人感覺到自豪。咁你諗下啦，我哋國家1949年就新中國成立，1949年至到78年呢段時間咧，我哋就經歷過好多嘅問題。呢啲問題咧，包括咗大家都聽過嘅文化大革命啊、大躍進啊，有好多嘅運動。其實呢啲運動都係希望咧，想我哋國家能夠提升我哋人嘅素質。咁當然咧，個過程之中有冇一啲可以檢討或者做得更好嘅？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可以作為一個中國人，作為我哋自己喺成個國家嘅發展嘅過程咧，其實好值得俾我哋咧去深思嚇。呢隻國家咧到今日成立咗一段唔係好長嘅時間，係嘛，80幾年。但係你諗下咧，喺今日過程之中咧，其實我哋係受過不少嘅苦。我哋中國嗰種嘅貧窮咧，香港人我相信咧都好難想像到。因為嗰種窮咧係去到咧，即係冇衫着啊，食係憂慮啊，可能係唔係食番薯咁簡單，有時連薯頭啊、薯根啊都可能要攞嚟做食糧啊！即係嗰種嘅唔好講有冇錢用，即係連嗰個基本嘅生活咧，大家出世嘅時候好窮咧，都係覺得係一個好似理所當然咁嘅，同我哋而家香港嘅生活咧。好難咧就想像到嗰種窮法。當年1949年我哋新中國成立咧，中國4億人口啊，中國7億人口。我好記得咧當時咧印度咧就係有4億5億咁嘅人口啊，7億人口咧係你到係49年可能4億幾一路增長。我記得即係文化大革命年代，我開始讀小學嘅時候咧，我就有呢個好深嘅印象。因為當時有啲歌曲咧，就講緊我哋7億人民意氣風發。嗱，咁你當年到今日14億人口，咁可能因為我哋有計劃生育，所以咧人口嘅增長就冇印度咁多。印度以前少過我哋，但係而家佢已經15億啦，咁所以佢哋嘅增長係比我哋大。咁啊但係你人多咧，其實你可以話好辦事。但係人多你淨係講食糧咧，話都唔簡單，一人一碗飯。10幾億人嘅10幾碗飯咧，你諗下嗰條數咧，其實好大。所以中國作為農業國咧，點樣能夠將自己嘅食糧能夠供應到俾足夠我哋中國人食咧，已經係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學問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國家有即係睇得到，由49至到78年咧，基本上生活嘅改善咧係唔得。